后来继续来到家己的铺子，即栋3合1。这个女厝主甲厝说服一个查甫厝卡，结果一直互对方甲骚扰。女厝主全拜托到李长伯出面来协调，想袂到公亲变事主，这个查甫厝卡情绪失控，竟然是举家私来攻击到里长，甲里长的头壳抬着伤。 3合1的外口有人伫冤家，这个小姐看到现场，警方拜托伊斗相共。过无偌久，警方举棍仔将这个查甫人压制在地。原来是这个查甫人想要举刀仔抬里长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赶紧将头壳受伤的里长送去病院。明明是干那协调厝卡甲厝主的纠纷，煞公亲变事主。都每天都要骚扰我，绝对不会让这个门存在。 他不高兴了，他就进去拿了一把那个除草刀，出来就往那个里长的头就砍下去了，拿棉絮就砍了好几刀。我说你不要砍了，这砍会死人，我就是要砍死他。二手的厝头假将房间做好姓李的厝卡，因过有纠纷，不得已拜托里长甲厝主出面甲这个厝卡协调，要求伊3月20爱搬厝，甚至将新明厅甲房间加起来，想袂到这个厝卡情绪失控，举刀仔抬上里长。刀仔去我甲抢起来。 抢起来，我怎啊警员来，我怎啊敢拼出来？拼出来，要是怎啊就稳落啊？人已经会老济站袂条，就稳落。热心的里长头壳的空喙差不多有7公分，家在送去病院急救了后，无啥要紧。遭厝的纠纷，里长出面来协调，颠倒红抬着伤，家在警消人员赶紧到位控制局面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